烧酒鸡食到规身躯真烧热，不过卖抓准家己会使直接开门行落去外口扇冷风。要在室内吃这个什么姜母鸭烧酒鸡是全酒料理，然后觉得很热，然后就直接走出去，没有穿好外套，没有做好保暖，结果呢就倒在停车场。林医师以前就蛮多这种病人。南口中间凌晨动物科护理师陈敦珠建议大家莫一透早就出门活动，温差伤大真危险。就算天气寒，伊嘛会出门爬山。出门唔免穿甲圆滚滚，嘛会使真烧热。只要特别注意骹手的保暖，鞋啊和袜啊，只要一担起都随换掉。都要保暖哈，就是脖子啦、头啦哈，然后手脚。所以出门呢，其实我建议年纪大的一定要穿袜子，因为这个老先生因为很冷，然后他脚是穿拖鞋，然后我就看又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看他已经就是走路有点僵硬了，那他就说他的脚很冻。我说你为什么不穿袜子？他说他穿袜子会湿。其实现在下雨更要注意，你穿袜子，而且呢要穿好鞋子是比较防水的，不要让脚泡水。泡水的时候就很冷。出门对付寒流，等于厝内嘛会使用暖暖包，唔过莫直接接触皮肤，或者是放伫棉被内底。电热毯嘛要控制伫40度以下。特别是大人、囡仔、糖尿病、食物人、骹手无遐尼敏感的病人，要注意莫去烫着伤。洗身躯之前要注意排烟管敢有通。窗门嘛要拍开一个拳头母的宽度。外口不管风偌大，嘛要保持空气的流通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